校的健康中心内底，一个对一个咧搏体重，雄雄。不是我，这哪有可能是我？我是世界第一烟，条子无半天，世前名叫做烟斗，大家讲恁的真烟斗，哪会变真大只？牛一身光蹦体重，是啥人伫遐叫吵？歹势，看这张体格，刘德华、金城武，拢无我的漂泊。这无啥撇步，当然就是控制饮食加充分的运动咯。安怎袂对我伤过煞心？因为我是未来的超级巨星，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某一台上家歌子有人会的特派记者李金銮。是啦，这位公仔叫做李金銮，若我号做乌白母，阮是新市某一台乱舞双人组。什么乱舞双人组？咱两人水里也着一支小雨伞，一支小雨伞。小姐，咱即马毋是卡拉 OK 随你唱，是要来太空校园社区有办啥物健康活动？也是发生啥物趣味的新闻大代志。哟，今仔日期末一心情真好，一来做采访，毋是主持卡拉 OK 随你唱。对啦，你拢甲我美丽名念毋对，我姓李，李世民的李，真假的真，受过乱起的乱，常常甲人叫李真乱，互你乌白母，观众朋友拢当作我有影真牛乱呢。我说乌，阿伯的伯，母讲的母，大家拢嘛叫我乌白母。安尼讲较好去，嘛特别真济是莫过乱啊啦！恁甲工课做好势，才袂互 boss 细细念。是，你看，头前一个人伫遐咧做运动，本来真有班呢，咱快去看卖。两三，也什么代志？一看人推，也不得出代志。双手抓关关，身体健康莫超凡，超凡放康康，身体健康伤。他手是鼓拢来啦，当啊，超凡放康康，身体较有轻松。做体操真无聊，当然是见到听讲桥，就比较好一点。同样呢，学生为爱的运动，加上现代人较注重饮食，我会讲会头一甲买帅哥美女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市某一台特派记者李金銮。听讲新市这个所在重视生活品质，注重身体的保养，请问一下，做啥运动安怎保养？讲就捌卖好啦，甲简单口罩拍吧。嘿，问因多一点点。大行来即个，身体要爱健康，爱运动，食是爱控制。请问一下，做运动今日真麻烦，敢要免，是出阮阿公食到买的，来讲顺畅行路做运动，身体健康城头仔哦。大家嘛拢讲伊上界勇敢的乌白公，什么？讲白讲？无啦，乌白公明明就是乌白公。囡仔红道车是行路有风，不是嘛刮面春风。是哦，恁阿公顺畅行路做运动，安尼当然免开钱就趁健康。阿公讲有特别交代，阮遮的囝儿孙，若要骹松手重，会行会走，除了要活，就爱好好活动。上最重要就是减少高脂肪、胆固醇的食品，嘛要注意盐分，两个一个摄取，拄好就好，都袂使过量。对啊，加一撮阮阿嬷上爱做的五谷杂鱼，有品甲坏的菜色，通暗时通食多饼宵夜。啊，鸟话啊，你讲到乐，讲这句，观众朋友定定是听到不沙沙。胆固醇、高脂肪的好食物减食过，盐分两袂一拄好。加食过五谷杂粮，有筋甲坏的菜色，卖做西食过，暗顿搁加点心。有今仔日就用无底看，乌白母今仔日真成功呢，讲了对当。诶，等下，你毋是咧录影吗？哦，是，这样错了。讲一个讲，阮捌是伫运动场要等伊拍
观众朋友啊，原来要好身体健康，伫生活中的饮食爱控制，按顿上好8点进前食，点心宵夜会当卖食就卖食，困眠嘛爱充足，大工做运动是超当咱食100个力量上较好的配方。亲像王伯讲啊，一甲80个，一起大工运动行路。无要讲食这济过啊，搁会参人做去唱歌，世界由咱佚佗拍拍走。我是骨力拍拼，爱操爱玩大师傅。毛，亲像我要甲了影去只乌白虎。我是小鸡公子，有人缘。